乡亲啊，即礼拜六南投立委的补选就要投票，民进党的蔡培慧甲国民党的林明珍互相指控抹黑。林明珍讲，蔡培慧互伊落选无要紧，因为若选无调，就会当去做农委会主委，这是让蔡培慧真不满。蔡培慧讲，林明珍的后生所带的豪体甲土地登录的内容无实在，嘛是互林明珍规巴都火，爱对方家己去地政单位去调查，莫一直找伊的麻烦。南投立委补选，民进党候选人蔡培慧趁上尾几天，过来徛点伫咧路口有票。针对前一天对手林明珍讲伊选袂调，得去中央接农委会主委，蔡培慧骂林明珍无建设性政见，敢若会甲人抹黑。林明珍阵营已经完全对南投的发展没有想法了，他们只会抹黑，只会造谣。林明珍坦白讲是一个没有诚信的政客。蔡培慧阵营嘛继续骂林明珍好野吹议题，讲伊后生的土地含厝实价登录无确实。都一直提这个问题，我呢，请他有问题自己到地政司所去查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有问题你自己查。不要一直找我的麻烦。林明珍生气啊，爱对方阵营莫搁找麻烦。针对实价登录无完全的问题，林明珍团队到三港提解说。依照当时的法规，其实实价登录是由买卖双方交易才需要做实价登录，所以那个时候土地是购入的，所以有实价登录。但是建物它是购地后自建的、自己盖的，所以就没有实价登录。好野吹议题继续咧谈，林明珍邀请党内人反对批评蔡培慧支持修改专动法。要互囡仔上战场，两边小结互相带来倒去，当时嘛把握时间来催少年的选票，提醒伫咧外地做工课，或者是伫咧外地读书的学生，3月7日爱去登去故乡投票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